Hello，大家好啊！又係我君君老師雅言大講堂嘅主講者黃慧君 Buffer Wong 君君老師。又嚟到我哋雅言大講堂嘅第110集啦。可能大家都話啊，君君老師啊，我哋學咗你呢一個course 咧，呢個講 talk 咧好耐㗎啦，你已經成個月冇講係，因為我顧住做畫展啊，咁咧我就已經差不多籌備得七七八八八八九九㗎啦，咁咧就等開 show 嘅啫，咁所以而家咧就得閒翻啲再同大家講下 talk。今日咧講嘅咧就係關於身為老師又要點呢？係啦，我講過啦，老師係應該被尊重嘅，老師係教人嘅，真真正正教到你嘅先為之老師，唔係嗰啲唔三唔四傷害你嘅人就為之老師，嗰啲係壞人，知唔知道？所以咧要分清楚條界線啦。好啦，作為老師，你被人尊稱為老師，你要點啊？你要記住，你私底下嘅生活冇人可以干涉你嘅，你自己中意點樣都得。不過就話，你站出嚟作為一位老師嘅時候，你要點啊？你真係要將你嘅技術、你嘅知識去無私咁去教俾佢哋。然之後仲有咧就係、你要將你嘅正能量、正向思維去教人嚇，令到佢哋走向一個正軌嘅人生，扶佢哋走向一個正當嘅正確嘅路向。呢個先為之真正嘅老師。當然站喺講台上，站喺你嘅講堂上，你都要俾出一個真真正正老師嘅模樣，總唔能夠俾出一個唔三唔四嘅樣去作為一個老師嘅外表啦。好啦，咁我哋都講啦，我咧就作為教學嘅老師咧，我都已經有20年啦，差唔多。咁咧，我記得咧，我當時咧，教學嗰20年咧，我係長期剪住一個咁短嘅頭髮，中間分界。因為點解咧？因為我教畫，咁我咧必須要耷低頭，咁我咧就保持我嘅形象咧，我就係一個短頭髮，保持咗20年。你話我厭唔厭倦？我非常之厭倦，但係我又覺得冇辦法，因為我需要 keep 住我嘅形象。我每一次上堂，我都係着住一件好似恤衫咁樣嘅衫啦，一條黑色嘅西褲，永遠都係咁着。然之後一對2寸嘅高踭鞋，然之後搭住一條輕輕嘅披肩，然之後別個扣針，咁就算嘅啦。戴隻手錶。點解我會咁樣去 keep 住自己嘅 look 咧？第一，乾淨 tidy 企理係咪？咁所以咧我就會 keep 住自己嘅 look。無論我有多厭倦我呢個 look，我都會記住。我身為一個師表，我雖然係一個藝術嘅師表啊，我可以披頭散髮，有好多藝術家好興咁啊，披頭散髮一個古怪 look 咁樣。但係我 keep 住我一個好 tidy、好乾淨、好企理嘅 look 去教書，所以我一直都好深受各個學生嘅歡迎。亦都深受各個合作機構嘅歡迎。點解呢？因為我尊重我作為師表嘅一個身份，我作為一個教職，我必須要尊重我嘅工作。而我出到去教書嘅時候，我嘅言行舉止我都十分注意。我亦都同佢哋講嘢嘅時候，同我嘅學生講嘢，我都必須會教佢哋一啲正向思維、正能量、正面嘅。咁所以咧，除咗我喺技術上、藝術上去教佢哋，我亦都會喺思維上去教佢哋。教佢哋一個正能量、正向思維、正方向嘅人生。亦都好多嘅學生都真係俾我導向咗一個正向嘅人生啦。我個私底下嘅生活，咁我就唔方便透露俾大家聽。我私底下點樣玩係我嘅一回事，我中意食，我中意玩，我中意瞓係一回事。但係我站出嚟一個師表嘅身份嘅時候，我就係企在一個好好嘅 tidy 嘅形象。我嘅言行舉止都會相當注意。咁咧，作為一個師表就係應該要咁樣，知道嗎？好，今日講到呢度咧，拜拜，拜拜。